后来有关明年台北市长的选举，民进党目前只有吴怡农表示有意愿来参选，也毋过包括立委王世坚、沈碧荣、行政院的副院长陈丽君拢有互点名。吴怡农今仔日公布着民调，讲伫个非纳白支持者的选民当中，王世坚是以24.2%排第一，吴怡农是排第二。吴怡农讲，伊是上有底气，会当来突破掉民进党基本盘的人选。在现阶段，我当然不期待我们的民调第一，已经赶上民调最高的王世坚委员。就算不是第一，不过对结果也是真满意。纵看台湾联盟创办人吴怡农表态有意思争取民进党2026台北市长提名了后，动作真多。今麦国卡公布甲5个可能的参选人小比式的民调。蓝绿白归队之后，谁在台北市的选举当中最有竞争力？所以我们的民调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是这样子设计的。在立赢的支持者当中，王世坚的支持度是22.7%，抗赢吴怡农20.3%，两个人差2.4%，在咧误差的范围之内。另外，洪家立的还有立委沈碧荣、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，将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的支持度，若是加入其他偏向的政党，有无偏向任何政党，所有不是拿白支持者。王世坚24.2%，支持度是赢所有的人。吴怡农15.3%，原来是排第二，不过差8.9%。吴怡农公布民调，强调家己会当发展中的选民，不过照目前的结果来看，拢是立委王世坚较占赢。民调只是我们参考的方式之一，党有选对小组，还有主席，那他们会根据各种不同的状况去做一些判断。经过小选不赢的王世坚，真正上节目甲主持人小输，若是何党来定调参选台北市长，就会分100分鸡排。跟运气什么都无关。当然，这里面我最推荐的还是郑丽君副院长。还好我没有在民调当中，还是要尊重选对会这些党内同仁最终的一个拍板定夺。首都之战向来出战，大局确定进前，一切也个拢有变数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